反而外邊呢，午夜快車亦都上咗啲，出邊紅眼罩進佔第5，仲有歐洲傳奇啊，後多少個馬匹啦，先見到外邊啊上市魅力啊，最後200零米埋邊精明選擇，外邊午夜快車兩隻馬中間呢，咁啊爆熱已經係上嚟推進㗎啦，後邊嘅馬仲有隻歐洲傳奇啊，最後100零米精明選擇仲有優勢，先嚟一個身位爆熱衝衝啊又唔多喎，出邊午夜快車又用咗一段啊，接近終點相當接近埋邊精明選擇一放到底啊！外檔見㗎啦，揈到最出仲係隻進先生啊！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仲係呢隻銀亮豪俠啊！中間線路萬里呢就搖咗上嚟㗎啦，外邊球王壓住咗中間嘉應威風喎，中檔位置追仲係鋭一啊！馬林中間上仲有快樂佬喎，最出嗰邊係美神來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呢埋邊啊線路萬里啊！球王就追緊佢，兩個馬拍住嚟鬥緊啊！中檔位置上仲係鋭一，出邊快樂佬喎，頂咗馬頭嘅時候啊，咁啊佔先嘅馬外邊球王。似乎壓住咗咁上去啊！中間堅有力俾人壓住咗嚟跑喎，出邊追嘅馬有堅闖啦，埋邊呢仲有官萬物啦，最出嗰邊啊風繼續吹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天時明區仲有一個馬嘅優勢，川河營區係第2位啊！禁區永騰呢，咁啊中檔追緊上嚟，入邊仲有堅有力，出邊駕勢奇葩大外檔風繼續吹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天時明區仲有少少優勢，禁區永騰越逼越近，兩匹馬相當近啊！埋邊天時明區。